在二战期间，咱台湾有真侪少年人去到南洋战争。这少年人会想到讲，伊战争是为着日本，也是为着台湾人呢？就一出这音乐剧《一代天使》，就伫咧描述这款面对自我认同的冲突感。这出音乐剧大概有6成是使用台语的，也特别请到这台语的指导来教无共款的腔口差，希望增加戏剧的赞助。 穿日本兵仔衫的台湾青年，伫二战期间，和日本军队征调去到南洋战场，拄到会语也通的慰安妇，因为语言甲因牵做伙，共同思考自我的身份认同。这出音乐剧《热带天使》是改编小说家单千武的小说集《叶女番》。导演表示，希望透过音乐剧的形式，传达二战迄个时代台湾人的感受。透过这个音乐剧，也使甲内底迄个角色表现出讲伊隐含。 迄个角色和角色关系是啥物？若是讲因即个角色伫迄个时代内底迄种感觉和感动是啥物？音乐剧3月21到23伫台北国家戏剧院扮演，故事呈现1940年代台湾人伫国际局势面对的处境甲选择，充满台湾人的心声。全剧有大约6成拢是以台语演出。演员表示，台语会使帮助伊对角色的理解愈深，咧扮演的时也通更较挖进角色。迄当阵仔的人是用啥物款的台语的腔口伫咧表达，所以我伫咧准备的时阵，我就感觉哇，我学了足侪，感觉虽然讲我毋是迄个时代的人，但是我敢若会晓，敢若会当讲，会去体会因的迄阵仔的感觉。腔口就若像一个人的 DNA， 一听你的腔口，我就知影讲，哦，你可能是倒位的人，安尼就会使去对这个角色的这个角度更较有帮助。 台语指导表示，咧准备这出音乐剧进前，有透过较有系统性的教学教演员台语，帮助戏剧呈现出更较丰富的赞助。加上这2-3年，有袂少戏剧制作对语言愈来愈重视，伊也希望做戏的人会使同齐注心伫语言表达，和表演作品毋但呈现故事，也会当反映故事的迄个时代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